음, 그 유명한 파르마, 사람 유네, 나 공소 잡든지 자리요래, 대인들다리 사람 유네, 내 마음 순한게게, 근데 가게 너주게 신의 남바당, 다른 신 처주 남바, 난 대신 저거지天天给 김밥 보모,老师做不了，공감 사회 좀需要이，나有啲寺院係透過網絡參與呢個特殊祈願法會，咁就好多世界各地嘅法友亦都係透過網絡去參與。咁首先向大家講聲你好。咁尋日開始就講解下底峽尊者嘅傳記，但係今次只有3日嘅時間。今日已經係第2日啦，咁聽日呢，就必須要講完。那些个推出起来买不起的，另一啥呢？他被研发起的样什么的，人都起的数量什么的都这样说。再加上呢段時間比較忙啦，亦都冇辦法準備得好好。再加上只有短短3日時間，只能呢非常精簡。那大的星球就穷咁你啊，窮咁你說的，那亞嘅神仙嘛不能，亞嘅人。尋日大概就講到尊者或者係尊者出生嘅時間、地點、家族同埋少年時期。佢當時主要咧就係學習好多密法。呢個就係尋日大概講到嘅內容啦。咁今日就係要講佢出家嘅因緣。點解阿底峽尊者會出家呢？我說了呀，長期去不如幾差的是的，現上就同面貢獻入的了，我嘅就把可能嘅就趁得了長教啊，就當就超過我都睇不起。阿底峽尊者呢，佢年少嘅時候呢，就開始學習密法，而且學習咗好多嘅密法口訣，可以話呢，佢對密法可以話係駕輕就熟啦。本來呢，佢計劃就係要一世呢都要做呢一個密法行者嘅，直到成就為止啦，都諗住一直都係修持密法。但係有一日呢，佢發咗個夢喎，夢裏邊啦，本尊希魯卡就同佢講。咁夢裏邊呢，呢個本尊希魯卡就同佢講啦，你一直就以呢個密法行者嘅身份去行持啦，即係尋日講過阿那道迪巴嘅行持咧，係唔夠嘅。咁你一定要出家為真，咁樣你將來先至咧對弘法利益眾生咧，先至係好大嘅裨益。唔單止係呢一個夢啊，佢仲有其他夢境咧，都給予呢一個好多徵兆嘅。其中一個啦，就係佢做咗個更神奇嘅夢，佢夢到咧自己喺一個好大嘅寺院入邊啦。之後咧，釋迦牟尼佛正就係同好多嘅比丘僧眾一齊喺度食午飯。咁當時咧，佢自己咧就坐咗喺比丘僧眾最後嘅一個角落裏邊。咁呢個時候啦，喺夢裏邊咧，最前面嘅佛陀咧就望住佢咁就講啦：哦，呢個人啊，佢好似咧仲係執着住一啲唔知乜嘢，到而家咧仍然都未出家。
蘇拉行這個拿落嚟啊，自尊強吧，健龍嘅查這些，啲啲嘢不切切，第一個，佢說啲查這些嘢不切，啲啲仲有一次咧，另一個夢境裏邊咧，佢就夢到一間寺院，咁當時咧，佢咧就夢到啦，佢見到一位彌勒菩薩化身嘅比丘就喺呢座寺院入邊，咁當時咧佢就諗到，佢要行到去呢個比丘面前啦。之後咧，呢個彌勒菩薩就講咗，發出一個聲音就話：呢個地方咧係出家人嘅地方，你係在家人，你唔可以過嚟。所以就係由於咧好多呢啲不可思議嘅夢境啦，就阿底峽尊者就覺得啦，我自己咧應該係時候咧要出家啦。咁嗰時啦，當時尊者咧就係佢平時咧就係借宿喺呢個那蘭陀寺附近嘅一間房舍。咁嗰個房舍嘅屋主咧，其實對佛法咧都係比較熟悉嘅。咁咧，因為嗰陣時有好多唔同嘅部派嘅喺佛教裏邊，咁所以咧，阿底峽尊者就問呢個屋主啦，就問我應該去邊一個部派裏邊出家係比較好咧？咁當時咧，屋主就首先問佢：你將來係咪仍然都想繼續去修持呢一個密法？咁你出家之後咧，係咪仍然想要去修持密法？因為呢個係一個幾重要嘅問題啊。咁尊者就答啦：我仍然係想繼續修持密法嘅。咁所以咧，呢個屋主就建議佢啦，回答佢啦，就係咁咧，你就應該去大眾部嗰度出家。咁於是咧，尊者咧就係喺呢一個29歲嘅時候，就喺菩提迦耶嘅我哋叫做摩訶菩提子，或者而家叫做正確大塔啦。因為當時咧，菩提迦耶咧有好多寺院嘅，其中咧就係有一間叫做摩訶菩提子。但係亦都有啲傳記咧，就係話佢係喺個飛行寺嗰度出家。但係總之咧，有唔同嘅講法。但係雖然寺院係有唔同講法，但係為佢剃度嘅呢個剃度師咧，就係同一位啦。佢係咧屬於大眾部嘅長老，叫做佛智阿闍黎。傳承即係呢位大眾部嘅長老咧，佢係屬於佛智阿闍黎傳承嘅，亦都係蓮花生大師嘅其中一位上師。總之就係咧，係一位當時好有名嘅上師，屬於佛智阿闍黎傳承嘅大眾部長老，而且咧佢係得到加行道證悟嘅呢位剃度師。佢個名係叫咩咧？就係叫做斯拉納悉達。咁佢就喺佢座前咧剃度出家為真，同埋得到呢個法名 Dipakara Sridhar。呢個法名嘅意思就係吉祥燃燈寺。因為 Dripa 就係燈，Kara 就係燃燒個燃，飛
就係吉祥，真啊就係智慧。咁而由於佛子阿闍黎傳承嘅弟子嘅名號裏邊咧，其實都會有吉祥呢個字嘅。個呢個傳統就係會咁樣去命名嘅。咁所以因此咧，尊者阿底峽尊者個名嗰度咧都會有吉祥呢兩個字啦。咁所以因此咧，仲敦巴大師咧嘅30讚裏邊都有提到啊，不貪一切諸妙欲，盡捨王權與富貴，大眾部中比丘僧，祈請尊者阿底峽。咁呢度可以睇得好清楚，阿底峽尊者喺大眾部中出家嘅一個比丘。咁出家之後咧，尊者係非常注重戒律嘅，就係連最小嘅惡行咧，佢都會非常小心避免去做嘅。非常嚴持戒律。舉一個例子就係話啦，譬如尊者咧，佢連擺喺陶碗中嘅呢啲蜜粉啊，或者係任何呢啲蜜粉啊、糌粑粉都好啊，佢都唔會食嘅。咁嘅呢啲蜜粉係放喺陶碗裏邊，咁佢都唔食喎。點解咧？咁啲人問佢就係話：點解你唔食啊？佢就話因為咧，呢個陶碗咧係一個裝酒嘅一個器皿啊，所以就算咧，就係因為蜜粉係用呢一個裝酒嘅器皿嚟裝，擺咗落去啦，擺過之後咧，佢都會唔食㗎。咁點解佢會咁注重呢個部分咧？因為對大眾部嚟講咧，喺呢個傳承裏邊，酒戒係根本戒，所以係非常嚴格。甚至唔一定係個陶碗啊，係其實佢本身未必係真係會裝個酒，但係因為有可能呢個碗係要嚟裝酒或者製作酒，所以因此咧，佢呢個陶碗裝過嘅嘢咧，佢都唔會食。咁所以阿底峽尊者曾經講過，佢從未違反過別解脫戒，菩薩戒違犯過一點點，密乘嘅三個耶戒咧犯過一啲啊，有啲犯過，但係咧係未試過超過1日冇懺悔。咁所以因此佢犯咗密乘三個耶嘅話咧，佢冇超過1日冇懺悔，佢1日之內一定會懺悔，冇等到幾日。今日犯咗咧，佢就今日即刻就會懺悔咯。佢就嗰日犯咗戒，佢就一定會即日懺悔咁嘅意思。咁之後法王想講一講係關於阿底峽尊者個稱號嘅來源咯，因為尊者一生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名嘅。喺印度發音裏邊比較廣為人知嘅咧，就係咧阿提沙，就係阿底峽啦，中文譯做。咁呢個字如果翻譯做佢嘅意義嚟講咧，就係好殊勝嘅意思。阿底峽好多種解釋嘅呢個意思嘅翻譯。阿底就係好崇高殊勝，沙就係心，咁就係好崇高殊勝嘅心，好殊勝嘅一種心。呢種係一種講法咯，解釋咯。或者另一種解釋，阿底就係非常，沙係平靜，合起嚟咧就係非常平靜嘅意思啦。仲有一種解釋係咩咧？阿就係瑜伽士，T 就係班智達，沙
就係比丘或者沙門。所以阿咧就係指阿瓦洛撇達，就係指嗰位瑜伽士啦。T 就係班智達嘅 D。沙就係指比丘，有時候亦都指咧沙門。所以都有咁樣去解釋佢嘅名字嘅。所以總之阿底峽嘅呢個名係有以上各種嘅解釋。咁而呢個名嘅來源喺邊度咧？主要有兩種講法。第一種咧就係根據班智達蘇南扎巴所撰寫嘅格當教派源流心意莊嚴呢度嘅講法，咁就係咧係話係由層措喎對佢嘅一個尊稱，因為就係由於佢嘅慈悲同智慧極為殊勝，超越所有嘅班智達，係能讓佛陀嘅珍貴教法更為廣大咁弘揚開嚟，所以咧就稱佢為咧一種尊稱阿提薩。另外一種講法就係按照薩迦派嘅昆千蘇南所寫嘅《格當派源流殊勝大海》呢部書裏邊講咧，就係當時有位波羅王朝嘅法護國王，叫做 Dhammapada。咁當時佢知道阿底峽尊者咧係當時喺印度嘅班智達同成就者裏邊最為殊勝噶，咁所以迎請咗佢去到呢一個超戒寺。咁當時咧就賜予咗佢呢個名號咯。但係咧呢個講法護國王，呢個波羅王朝嘅法護國王咧，給予佢呢個名號嘅講法，其實個可能性係比較低。點解咧？就因為法護國王當時嘅個年代咧，跟係邊一個年代嘅人咧？法護國王。咁我哋之前有提過啦，印度嘅呢啲年代嘅記錄唔係好清楚，但係咧一般嘅講法咧係有唔同嘅講法嘅，對呢個年代。印度學者大部分都認為咧，法護國王咧係8世紀嘅人啊，咁所以因此咧，如果用咁嘅講法咧，佢就同阿底峽尊者唔係同一個時代咯，根本冇可能係同時期嘅人。因為阿底峽尊者咧係10世紀嘅人啊嘛，980幾年嘅人咯。当然的，我当时情况之下，第一卷上的呢，这前边呢，长久嘅阿啲下个参票嘅啥的，导致特别巧咯，就当第几我都你最起码到上咯，你是多啊？所以總之呢個講法咧係比較唔可信，所以阿底峽尊者嘅名號咧來自僧俗阿嘅呢個講法咧係比較可信嘅。咁呢個就係關於尊者稱號嘅來源。另外仲有咧，阿底峽尊者西藏咧係有一個比較通用嘅稱呼，叫做呢個覺窩者。咁佢嘅意思同發音咧，其實就同大超子嘅呢個佐窩佛，有時中文寫住覺我覺沃佛，呢個佐窩佛係差唔多嘅，只係咧發音上邊多咗一個遮字。因為阿底峽尊者叫佐遮。咁其實呢個詞咧，其實咧對應到成為梵文嘅時候咧，就係 Swami， 就係中文有時譯做崔博微。
總之呢個作喎嘅字係咩意思咧？主要係嘅意思就係有好似主人或者係大哥嘅意思啊。譬如喺藏文裏邊啦，叫稱哥哥為做啦，或者會咧，我哋話租就係所指嘅就係大昭寺嘅報身上嘅作喎法。所以作喎亦都唔係指所有嘅佛像啊！一講作喎呢個名咧，大家就會知道所指就係大昭寺嗰個作喎佛，嗰個報身上嘅釋迦牟尼佛。作喎呢個字咧，總之就可以話就係代表自己一個非常仰慕崇敬嘅一個人嘅咁嘅意思，對一個咁嘅人嘅呢個尊稱。咁總之呢個詞咧，其實就係對整個藏地嘅人咧，一個稱為作喎姐嘅人咧，就只有得阿底峽尊者呢一個人係有呢個稱號。咁可以充分體現出咧，喺藏族人民心目中對尊者係有咁親切嘅愛戴啦，同埋感恩嘅心情。咁有呢一份可以話係獨有嘅無人能及嘅一個感情啦。咁所以就喺心裏邊啦，喺藏族嘅人裏邊咧，阿底峽尊者有一個好特別嘅位置留俾佢，所以係好親切咁稱佢為作喎姐，就係呢一個藏人嘅稱號嘅來源啦。咁所以從佢出家直到佢31歲呢幾年裏邊咧，佢主要就係學習咗顯宗嘅經典同哲學思想。舉例就係咧，當時咧小乘嘅4個根本部派嘅論點啦，咁就係包括大眾部、一切有部、上座部同正量部嗰啲嘅經律論點。一般我哋會講話咧，有2個根本或者4個根本部派唔同嘅講法，但係咧阿底峽尊者咧當時咧就係有4個呢個根本部派啦。但대화 시보다 랑 소소래 지 도대단 듀와당 원백이 내내 도서스 민다르 용대 유서래 되게 상말로 總之咧就係當時係有呢4個根本部派：大眾部、一切有部、上座部同正量部。其中裏邊嗰啲對經律論咧，喺呢4部裏邊咧都有稍微嘅不同嘅，但係咧尊者係對呢啲所有4部嘅教法咧都全部都精通，甚至咧入邊嘅戒律咧，不同部派裏邊嘅戒律咧，好細微嘅部分咧，尊者都知道。舉例就係最細微嘅。咁不同部派裏邊啦，係譬如話咧，係沙彌要點樣喺呢個佢哋食呢個缽飯嘅時候，要點樣將個缽俾呢個比丘嘅時候咧，佢哋有各種不同嘅動作，呢啲咁細微嘅內容咧，佢都好清楚知道。同時啊，尊者咧就喺呢一個學咗呢套大毗婆沙論。呢個係4個部派共同都尊崇嘅一個經典。咁當時佢係跟呢個，佢呢個咧大毗婆沙論咧，同跟呢個大乘嘅嗰個係咪同一部咧？佢唔肯定。有啲人就係話呢個係300幾卷，有啲講法係有呢個800卷。但係總之佢係一個好大部嘅一個典籍。當時尊者咧就係有學呢套經典嘅，咁佢呢經典係由優婆谷所寫嘅。咁當時咧佢喺邊度學嘅咧？就係由呢一個喺飛行寺嗰度跟從呢個達摩拉悉達去學習呢一套經典。
因為尊者係非常精進，咁一般人要學12年嘅呢個經典，但係佢咧係8年咧就學完啦。但係據說當時佢學嘅咧，佢每日咧就會學，每次應該話每次佢學咗6日咧，佢第7日咧就要翻一翻去離開，唔住喺嗰個飛行寺嗰度。咁每一次都係咁樣，學6日，第7日咧就翻去。點解會係咁咧？就係因為咧，佢嗰喺密城裏邊咧有一條戒律，就係唔能夠喺聲聞城嘅行者嘅住處係住超過7日，有咁樣嘅一個戒律，密城嘅戒律。咁因為佢跟隨呢一位 Dhammarashita 嘅呢位上師，佢係聲聞城嘅行者，所以佢冇辦法唔可以喺佢嗰度住多過或者住7日，咁所以因此佢每6日就要離開啦。咁呢個係由據惡譯師嘅一個講法。咁同樣啦，去追隨尋找上師啦，佢唔只係喺印度到處求法，佢亦都3次漂洋過海啊，去到金州，金州即係而家嘅印尼嘅蘇門答臘島，亦都去過赤銅州，就係呢個斯里蘭卡。咁當時咧，佢係冒住生命危險去好多呢啲地方學習。總之就係一生咧，尊者係醫治過，即係可以係數唔到咁多嘅上師。同埋有好多唔同嘅文獻裏邊有唔同嘅記載，但係咧總結嚟講啦，至少都有10幾位，多嘅講法咧就係有157位，其中亦都有啲人嘅講法咧就係有30幾位。總之就有好多唔同嘅記載啦，眾說紛紜，亦都冇辦法今日全部都去講嘅。咁但係咧，其中咧係有3位上師係最重要。亦都因為點解咧？就因為佢呢3位上師係教授咗阿底峽尊者菩提心嘅修學法門。咁係邊3位咧？Lama sumbuda karagare subina, lama Dhammarashita 學直當，lama chambe nenjo 學直當，就係分別呢3位上師就係 Dhammarashita、慈瑜卡同埋金洲大師呢3位啦。咁首先 Dhammarashita 係點樣嘅一位上師？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據說咧就係曾經有一個病人啦，佢能夠醫佢嘅藥就係人嘅血肉，就係佢能夠醫好佢嘅藥。咁嗰時咧 Dhammarashita 聽到知道之後咧，毫無猶豫咁就從自己身上邊割咗一塊肉俾佢。咁法王諗就係話，我哋一般人聽到就話覺得無法想像嘅一件事，呢個係。但係咧，但係確實啦，佢就係一位咁樣嘅大師。佢唔單止喺心理上係能夠做到自他交換嘅修行，佢而家身體上都能夠可以完全將自己身體布施俾其他人嘅一位大師。第2位慈瑜伽大師，過去有個故事就係話咧，當時有個人咧好用力咁去打一隻狗，咁呢個慈瑜伽大師睇到嘅時候咧，心裏邊就生起一個好強烈嘅悲憫之心，佢就直接咧就用觀修咧，就將個狗所承受嘅痛咧，
全部去轉移到自己身上，由佢嚟承受。然後佢唔單止咧係將狗嘅感受由佢嚟承受，甚至咧佢亦都係將咧嗰隻狗身上嗰個真正實體肉體上嘅嗰個創傷咧，都由佢自己嚟承受。之後慈瑜伽大師嘅身上咧，就真係咧就生出咗各種嘅被鞭打之後嘅各種嘅嗰啲傷痕啊。咁所以從呢個故事，我哋可以睇得到啊，呢位慈瑜伽上師佢心中嘅呢個慈悲嘅嗰個實修嘅力咧，係真係不可思議，真係好深刻廣大。佢呢個修心嘅功力咧，真係唔係一般人可以係做得到嘅。第三位就係金洲大師。有一種講法就係咧，金洲大師就係菩提心本人，佢就係菩提心咁嘅意思。金洲大師就係菩提心。所以你要講菩提心啦，唔使講其他，你淨係講金洲大師就得啦。從呢句說話咧，就可以知道咧，就可以睇得到咯。金洲大師佢嘅慈悲，佢嘅修行係已經到咗點樣嘅一個境界啦。同時對阿底峽尊者嚟講啦，呢位金洲大師亦都係佢生命裏邊咧，可以話係嘅地位咧，係無人能及嘅。所以尊者對待金洲大師咧，同其他上師咧係確實係有啲唔同嘅。咁舉例啦，譬如金洲大師嘅靈塔。佢會特別咧為金洲大師設有一個靈塔，而靈塔上邊咧係會有一個用銀做嘅傘蓋，但喺其他大師嘅塔上面係冇嘅。另外啦，佢對呢個金洲大師咧嘅圓寂日咧，每個月咧都會為喺金洲大師圓寂嗰日咧係做法會嘅。亦都係叫做圓寂法會嘅出。咁呢個就係可以咧，所以係後嚟咧一路流傳落嚟嘅圓寂法會，藏傳佛教裏邊嘅一種傳統啦。另外啦，就係當咧尊者一聽到其他上師嘅名號嘅時候咧，佢會雙手合十當空。咁樣嚟表示恭敬啊！但係當提到金洲大師嘅時候咧，佢會雙手舉到頭頂嗰度。咁同埋咧，當尊者一諗到金洲大師嘅時候咧，佢就會熱淚盈眶啊！咁所以就有人就會問阿底峽尊者啦。咁因為當阿底峽尊者到咗西藏嘅時候啦，咁就係嗰啲弟子就會問啦：阿底峽尊者，你醫治咗咁多上師，點解你就係特別對金洲大師係特別恭敬呢？咁當時阿底峽尊者就咁答啦：係啊，因為我係醫治過好多上師，咁我嘅上師咧冇任何其他所謂嘅好同唔好，或者係邊個功德大邊個功德少嘅差別，其實係冇嘅。我嘅咁多個上師裏邊，佢哋全部咧其實都係一樣噶，都係一樣咁殊勝噶。所以因此咧，我對佢哋嘅呢一個恭敬心咧，其實都係一樣嘅。
但係咧，因為係金州大師對我係有極大嘅恩德，所以我對佢係特別恭敬。咁就係咁之後，佢係對我有咩？咁啲人就會問啦，咁佢哋有咩大恩呢？咁尊者又會再回答。咁因為佢心中咧嘅功德，其實只有係能夠生起一點點嘅善心咧，其實就係因為金州大師給予佢嘅呢個大恩。咁尊者繼續講啦，就係因為咧佢自他交換嘅呢個菩提心法咧，其實就係咧。就係咧，只有從金州大師一個人身上而學得懂，喺佢一個人嘅身上學到翻嚟嘅。咁金州咧，其實就係而家嘅呢個印尼嘅地方，印尼嘅蘇門答臘島。咁而金州嗰個名係點嚟，或者佢係代表係有住咩意思咧？咁蘇門答臘島之前講過，其實就係而家可以話係第7個大島啊。而家就叫做蘇門答臘，但係過去佢嘅名咧就係叫做 Suvarnadripa。咁呢個字翻譯 Suvarna 就係金 ，Dripa 就係呢個州。咁而家就好少再用呢個名啦。咁喺西元7世紀後期，大概係671年左右啦。唐朝嘅義淨大師咧就曾經喺嗰度咧就住過6個月。佢係去過呢個地方2次嘅，前後加埋就係住過2年半嘅時間，就唔止係6個月，係2年半嘅時間。金州大師就係因為佢係住喺呢個地方，所以因此佢得到呢個名叫做金州大師。咁因為今年時間關係啦，就唔會再多講當時尊者同金州大師見面嘅過程啦，日後有機會會再講。一般嚟講啦，尊者一生裏邊咧就醫治過大成中觀唯識好多嘅大師，但係咧最重要嘅上師咧就係包括咗金州大師、香提巴即係寶生直淨啦，咁就係佢就係呢啲都係屬於唯識派嘅老師，所以我哋要去研究阿底峽尊者一生修行嘅故事啦。其實主要咧佢都係要圍繞住金州大師所傳授嘅廣大行嘅教法嚟修持，亦都係屬於係唯識一派嘅呢啲教法嚟修持。所以可以話啦，阿底峽尊者一生裏面身體力行修持嘅就係將甚深見同廣大行，亦都即係中觀同唯識兩者係結合一齊嚟學習同修持嘅。而咁樣嘅修持方法咧，亦都係對後來藏傳佛教產生咗極大嘅影響。
咁喺覺朗派嘅有關阿底峽尊者嘅文獻啦，喺覺朗派嘅有關尊者嘅文獻裏邊啦，尊者係後來仲成為咗超戒子嘅呢個住持，同埋超戒子嘅住持，然後佢係受到當時印度各個部派廣大僧眾嘅尊敬同愛戴。咁而且呢度咧，佢嘅個性係非常之包容。大家都係非常之中意尊者，咁所以係可以話受到各個部派嘅同僧眾嘅愛戴。所以總之咧，有好多呢一部分嘅文獻就唔多講啦，呢啲故事，因為今次時間關係就唔多講啦。之後就我哋要講就係迎請尊者入藏嘅呢部分。咁同而家唔同啦。咁古代印度咧，無論咧係西藏人係要迎請印度嘅呢啲班智達入藏，或者係藏人要去印度去朝聖求學，其實咧都係非常非常辛苦嘅一件事情。特別係咧，好似阿底峽尊者啦，係印度可以話係國寶級嘅班智達，佢係一個非常舉足輕重嘅一個學者同上師，更加冇可能就係話要請就請嘅。所以到底係啲乜嘢喺咩嘅因緣際會之下咧，係能夠請到尊者入西藏咧？首先就係我哋一定要有一啲知道關於當時咧喺西藏嘅一啲背景嘅歷史，首先要有所了解。咁當時係喺7世紀初期，就係松贊干普王嘅時候咧，佛教開始興起啦。咁當然啦，佛教當時咧係興起，係幾時開始有唔同嘅講法，但係大多數咧都係認為咧比較可靠嘅講法咧，就係由7世紀初松贊干布王嘅時候就開始興起，之後到咗赤松德贊王嘅時候咧就開始興盛，之後就傳咗4代啦，就到咗呢一個達瑪烏東贊。咁去到呢個達瑪烏東贊嘅時期，其實佢就係朗達瑪。咁係朗達瑪咧，係後來嘅一個後人，因為唔中意佢，所以俾佢一個唔好聽嘅名叫做朗達瑪，但係佢真正嘅名叫達瑪烏東贊。咁就係朗達瑪呢個時代啦，係西元841年，喺嗰個時候咧，整個佛教喺西藏就開始衰敗啦。之後就係再過咗50年，就係即係到咗西元892年，就有位叫做貢巴勒薩嘅人啦，就出世啦。佢就係喺朗達瑪滅佛之後咧，大概50年就出世。佢係弘揚嘅咧，就係我哋叫做下路弘法嘅呢個弘揚者。後來咧，佢嘅弟子咧，亦都係再次翻到去中藏嘅地區，咁就喺呢個拉薩地區啦，建立咗寺院同僧團。
다오나 라타메 그 템버 눔네 라량 유장도 긴중 데 머수 파르돌라야 밀로 같이 친여르슬라비나 咁換句話講，我哋咁樣睇嘅話咧，就係喺呢個後雲期，就係呢個時候開始啦。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啊，就係從西元841年浪達馬滅佛之後，直到岡巴拉舍嘅弟子去到中藏地區再次建立起寺院同僧團，咁直到呢一開始咧，其實就整整係有108年嘅時間，經歷咗過咗108年啦。咁就係有咁嘅108年空白嘅時間。咁總之呢一部分咧，因為時間關係就唔細講啦。당어리 굴래야 땜발라수 새벽이 니주디 새벽 걸래야 살람모 구연사 呢個就係另外有呢個佛法咧喺下路嘅經過康區，就係傳到去拉薩、西藏、中藏嘅情況啦。咁呢個佛法恢復弘揚嘅同時咧，其實喺佛教咧，亦都喺藏地嘅上路，即係亞里地區嘅時候咧，亦都有開始恢復啦。咁講到上路弘法咧，就係要提呢個拉喇嘛叔侄。咁因為朗達瑪咧係有兩個仔，一個叫柯松，一個叫潤訂。但係咧後來啦，有啲學者亦都會，究竟呢兩個人係咪朗達瑪嘅仔咧？其實係有爭議嘅。但係總之就係話咧，佢後嚟呢兩位咧係爭奪皇位，亦都係因此而分裂為兩股勢力，不停喺度爭鬥。咁呢個係大概公元9世紀時候嘅事情。咁當時咧，後來咯。就係因為潤釘嘅呢一派咧係窮追猛打，咁之後柯蘇嘅個侄，佢個名咧叫做支德尼馬官，就係逃到當時嘅象雄嘅地方，即係而家亞利嘅地區，成為當地嘅國王。咁後來啦，佢有3個仔嘅。咁就係為咗避免後代發生衝突啦，呢3個仔，咁佢就將領土分為3份，分俾3個仔啦，嚟各自去統治啦。咁所以咧就點解咧？後來就會我哋聽到亞里三地區或者亞里三圍咁樣嘅講法咯。咁因為之前咧就係冇亞里三地區嘅或者亞里三圍嘅講法，係由和蘇嘅呢一個仔支德尼馬坤開始先至有呢個講法嘅。咁呢個法王再附帶講一講。但係拿落啦，火機而家拿落旅遊，而家拿落嚟啊！預藏我哋國數晒啲錯嘅資料之後，藏區喺元朝嘅時候咧，係將西藏分為3個地區。咁喺元朝嘅歷史裏邊記載咧，佢當時就將中藏同埋亞里咧係會計埋同一個地方，有咁樣講法嘅。咁呢個係附帶去提一提嘅。咁其中咧有一個叫 Brown 嘅呢個地方，由佢嘅第2王子扎斯地居去統治。
後來佢就建立咗好有名嘅呢個古格王朝啦。咁佢咧其中又有兩個仔，其中一個叫宋啊，佢係出生於呢一個965年嘅。佢後來咧就成為咗古格王朝嘅第二代嘅君王，但係後來咧亦都佢又落髮出家。咁之後咧，我哋呢度叫做拉瑪耶舍烏。咁點解佢叫做拉瑪咧？就係因為咧拉就係代表王，拉瑪就係出家人啦。咁所以呢個拉瑪就係耶舍烏嘅稱號嘅來源嘅意思。佢就係代表佢曾經做過君王，之後又出家，咁就拉瑪。咁除此之外啦，佢仲有佢僅有嘅兩個兒子咧，後來全部都出家。咁你可以睇到啦，佢對佛法嘅投入同個虔敬咧，就可以係咁樣就睇得到啦。咁拉瑪耶舍烏嘅喺對佛法嘅貢獻係非常之大嘅。咁第一咧就係佢其中佢嘅第一個偉大貢獻咧，就係佢將呢個三波羅即係西律，佢就將呢套戒律咧係傳到西藏，恢復翻藏地嘅僧團。第二個偉大貢獻就係迎請阿底峽尊者。第三個偉大貢獻咧就係培養咗好多大譯師，包括仁青桑波等等啦。咁就開創咗呢個新譯派，就係佢有呢三個好大嘅貢獻。關於佢點樣迎請到阿底峽尊者咧，有兩種講法。第一種就係話當時耶舍烏就係去一個叫卡羅嘅地方籌集迎請阿底峽尊者以所需嘅金啦、金子啦，即係啲黃金啦。但係好可惜，佢就當時係俾卡洛嘅國王捉咗嚟。之後咧，耶舍烏個侄叫做參珠，就想辦法啦，想盡一切辦法，想將佢個叔叔復贖翻佢出嚟啦，但係無功而返。最後咧，耶舍烏咧就俾嗰個國王殺死咗啦。但係呢個講法咧，都唔一定係完全正確嘅，因為有另外一個文獻裏邊啦，有另一個講法。有一位叫做汪扎巴嘅一個古格呢個地區嘅班智達，咁佢喺1482年嘅一個人嚟嘅。佢當時係參考咗托林寺當時保存落嚟嘅好多古老文獻，就撰寫咗一部有關拉瑪耶舍烏嘅呢個傳記。咁其中咧冇提及到有關耶舍烏死喺卡羅監獄嘅事情，反而書裏邊有寫到耶舍烏其實佢曾經喺古希之年嘅撐住拐杖喺度轉繞托林寺，同埋咧亦都佢咧進行咗3年嘅閉關。入邊仲有提到啊，佢當時喺呢個時間咧，除咗一位侍者，佢嘅一位侍者之外，佢唔見任何人嘅，有咁樣嘅記載。咁喺呢個傳記裏邊咧，亦都有提到耶舍烏最後完整喺托林寺佢自己嘅居所嗰度。所以因為咁樣前邊嘅第一種講法，耶舍烏係死喺卡羅監獄呢個講法唔一定係可靠。咁另外咧，近幾年喺哲蚌寺咧就揾到一部著作叫《上師傳承歷史》嘅呢部文獻啦。咁大概咧呢部書係12世紀撰寫嘅。咁呢部書有一段記載，就有提到咧，提到 Korea 呢一個人喎。咁 Korea 係邊個咧？Korea 咧係其實咧
耶舍烏本身係古格嘅一個國王啦，咁後來佢出家之後咧，佢就將呢個皇位傳咗俾佢個哥哥 Korah。總之呢一代記載裏邊咧就有講啦 Korah 有一個孫就係叫做 Border， 佢嘅性格係好暴戾同好戰嘅。佢嘅意思就係佢跟好多國家咧都有發生過衝突。버지 가지기 주로 생계를 세상 제자다 벌디기 응홍랑 咁當時咧佢就喺一個北啲呢個地方咧就打仗。咁呢個當時咧係唔係屬於西藏啦，而家係屬於巴基斯坦呢個地方。佢當時咧就同呢個地方嘅人咧打仗。咁就係呢度有講啦，就係因為佢咧就係同好多呢啲其他嘅國家發生衝突。最後咧佢就輸咗，就俾呢一個咧。總之佢輸咗之後被國王俘虜，對方就要求咧就要同佢身體同等重量嘅黃金去贖佢。咁同時啦，佢呢個時間咧，其實咧亦都冇等到啲贖金可以送到嚟啦，佢就逃獄啦。但係逃獄期間咧，佢又好可惜咧，就係中毒身亡。咁就有一段咁嘅記載嘅。咁呢個文獻記載出現之後咧，其實究竟和塞奧有冇被困咗喺卡洛嘅監獄咧？其實都係要等有待考證，同埋咧，藏族嘅學者古格切玲咧，亦都有寫過一篇拉瑪耶舍奧有冇到過呢個卡洛嘅一個文章，或者卡摩三丁亦都喺另一本書咧，亦都係寫過類似嘅評論嘅。대바임에 따지 제과로 지찬 도 삼삼을 들리시도 라소다 드린 들어가서 삼샤리나 今日就開始到此為止，之後我哋就繼續念誦同埋做回向。